我哋公司叫 Expecto Consultancy 啦，咁喺2019年成立嘅，用心理學嘅方式啦，去幫一啲員工啦、管理層啦，去解決一啲工作上面，可能係心理上面啦，又或者可能係工作上面遇到啲難題啦，表現上面嘅改善嘅一個工作嚟嘅。佢冇一個好良好嘅心理健康嘅狀態啦，咁可能就會冇動力咁翻工啦，又或者可能係講緊佢影響緊佢工作嘅表現啊、工作嘅生產力啊、工作效率等等，咁係一個好直接嘅關係嘅。咁其實我哋公司嘅業務咧，或者嗰個方針咧，其實係3個部分嘅。第一個 A 咧就係 assessment， 即係點樣去做一個評估先嘅，俾啲員工去做一啲壓力嘅測試啊，可能有啲叫做工作場所嘅健康嘅評估，知道其實呢一班嘅員工佢哋真正面對緊嘅難題係乜嘢。咁而第二個部分啦，我哋第二個 A 咧就係 advice 啦，因為呢一個諮詢嘅部分咧就好靠我哋團隊嘅一班心理學家啦，去分析翻呢一個報告，去俾上司、俾一啲主管知道其實員工們佢哋有啲咩問題。我哋作為專家有啲咩嘅方向俾到佢哋去參考，咁可能佢就會根據我哋嘅建議去制定一啲方針啊，又或者提供一啲嘅措施啊，一啲嘅員工嘅支援嘅服務。咁去到最後一個部分，我哋叫做 action 啦，可能或者係同佢哋一啲管理層去交流啊、溝通啊，甚至乎有一啲嘅演講啊、工作坊咁樣，都係俾一啲佢哋嘅員工咧去實體去了解多啲，又或者佢知道翻原來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可以幫到佢哋員工去提升佢哋心理健康咁嘅。打工仔啦，或者甚至乎啲年輕人啦，其實佢哋對於佢哋嘅職涯上面嘅想法係多咗好多，佢哋未必要錢嘅，佢哋要嘅可能係個成就感嘅，可能要嘅係上司或者公司對佢嘅支援夠唔夠嘅，所以辛苦少少，其實有啲人都會唔介意 OT， 有啲人可能聽到話 OT 都會好開心㗎，點解？因為佢哋覺得即係份工本身都俾到一啲佢哋想要嘅嘢佢哋個體啦，去了解到佢哋自己真正內心嘅需求。然後揾一份啱嘅工作去匹配到俾佢哋，咁就變相做到第一步先。咁餘下落嚟一啲工作上面嘅問題咧，咁我哋之後又可以再解決㗎啦。其實佢哋喺網上面見到可能討論區又好，社交媒體都好，佢哋睇到呢啲嘅 post 啊，其實係揾到個共鳴嘅。原來工作壓力大咧係好常見問題嚟㗎，心靈嘅慰藉啦，可能喺網上面你會見到呢個係正面少少嘅喺網上面做到嘅效果，放負嘅 post 啊。又或者可能負面少少嘅，可能投訴公司嘅，投訴佢老細咁樣嘅，會更加易去懷疑自己，質疑自己嘅而家呢個心理嘅狀態。好多人就會覺得我唔應該咁上心啦，翻工就因為佢嗰份工唔啱自己。咁所以呢個社交媒體上邊咧都會見到有對於員工嘅心理健康咧有好處同壞處。你唔舒服，你唔開心，或者你覺得工作上面有問題啦，你先要去呢啲咁嘅服務噶嘛。咁但係而家我哋嘅新嘅一個需求或者方向就係比較重視一個預防性嘅，每一個員工、每一個行業、每一個地區都需要呢一啲心理支援嘅服務。可能有啲意識上面嘅提升啦，甚至乎可能喺政策上面去防止啲員工冇咁容易辭職嘅，衍生出嚟嘅就係個需求咧，只會越嚟越大嘅啫。而另外一個方向啦，我哋嚟緊公司就會想去幫到一啲中小企嘅一啲心理健康嘅培訓啊，甚至乎一啲方案咁樣嘅，會唔會就係一個出路咧？亦都係幫到個公司嘅老細啦，或者成個公司嘅整體做到我哋叫做 employer 嘅 branding 啦，提升到佢哋喺個市場上面幾個影響力啦，甚至乎佢哋嘅知名度咁樣。